走去。这条。好，咱直接开始哈。1647年7月初4、初5，还是晴朗而且炎热的天气，风大部分是对东南方吹来。有一只胖船航往皮湖，坐12个人，载有6担糖浆，也有一只胖船航往六坎溪，坐15个人，载去100担盐、200匹空干布、100领洗那长衫、10担的糖，加100个稻罐。有一只高野船对打到来遮入港，载5个洗那人，再来1700片，1700的这个做糖糖的茶帮甲60担的茶。有4只胖船对洗那人来遮入港，合计坐63个人，再来21担盐、12篮米粉、100捆稻罐、7包麻布、14包白蜡、112担，又搁70担的面丸，8担的冰糖，35罐的山水，5000倒遐68包薰草，30捆的茶帮，35片的这个落铁片，加1瓶金。7月初6，风甲天气悠然是像这几天。有一只胖船对打到来遮入港，坐6个人，载有100担茶甲40担茶。今仔日也甲迄个禁止私人贸易，私人贸易是指公司人员违规私自贸易的代志吼。甲即种禁止私人贸易的印刷的告示，伫张官邸啊，迄个应该是替我查看。官邸，官邸，我直接来查这个词，甲这个词，邸。官邸吼，大你大词典有写个词，官邸，官员的厝，官员的厝吼。这个官员的这个员，当读2个音啊，这个是官员，这个官员吼，有取甲无取拢会使吼。有迄个录音的取甲无录音的取拢会使。我即马这是监字典吼，你当看到有这个圆有几个音，圆吼，搁圆啦吼，就是迄个圆的圆啦。这个是科吼，圆科这种是应该算是迄个，混用啦吼，训用。好，转来是只吼，讲今仔日也甲迄个禁止私人贸易的印刷的告示伫场馆的官邸头前，官邸头前，就是伫咧福尔摩沙议会议员拢在场的状况之下来宣读公告，并且伫咧通常的所在来打这个公告。7月初7、初8，7月原来是人吼，写甲人。好天气，风大部分对东吹来，有3只胖船对西南沿海来遮入港，合计载有48个人，再来8件黄金甲30担盐。今仔日避雷船 Wit Valk 已经落河完毕。所以为着该避雷船来装上大批的这个地层，伫要暗嘛去停伫咧海楼顶，有3只胖船来航往西南沿海，坐58个人，总共载去600担的护照。
7月初9，今仔日佫有2只胖船对西南沿海来到遮，这30个人再来各种的杂物，邀一只胖船对南部的淡水来遮入港，这10个西南人再来65纳米8纳大陆啊肉甲100领的鹿皮。7月10号、11号，晴朗舒适的天气，风大部分对海上吹来，有4只胖船对西南沿海来遮入港，合计做153个人再来好运如下。17纳地米3点斤26捆粗纸40个铁weight54担盐109个重盘，4担白蜡50纳米粉2担油脂，40包薰草5担要做围对的电皮，6包的空眼布50斤油，100箱饲物，80捆茶棒14枝条200片要做汤汤的茶棒，4只牛甲一寡杂物，邀3只胖船来对遮航往西南沿海，做有50个西南人，再有250担胡椒，850捆丁，14条帝王鱼甲6捆大的沙鱼。7月12号，今仔日将水得到。将水的高雄来配合你的头发，那就讲要谈。我们台湾那次，这个人这个将水的高，伊会接航船对巴达米亚来到遮。这102个人，再有600担胡椒甲400担蔬木，邀一只航船对西南沿海来到遮。这55个人，再来60两斤1担白丝1担茴香。80包麻布甲20包书写的用纸，邀一只胖船航往偏湖，一干仔载底层做有15个西南人。7月13、14，晴朗炎热的天气，即嘛热天啊，7月啊，风大部分是对海上吹来，有3只胖船航往西南沿海，合计做有97个人，再去好运如下。23纳鹿仔肉3包胃药，206担胡椒，50捆丁甲27担大香木。有一只胖船对北部的淡水来遮入港，坐28个人，再有1担鹿骨，40包水，174包米，60担14捆的丁，500领的水鹿皮，550领的鹿皮甲350领的山羊皮。7月15，风甲天气如同昨昏，有2只高野船航往达到坐15个西南人，再有38袋米、30担盐甲6罐阿拉酒，有2只西南生意人江水得到，就是迄个吼，我一直想讲这是不是荷兰人吼，毋是吼，2只西南生意人江水得到迄个胖船。对巴达米亚来到遮，坐64个人，再有260担胡椒，8担辣，3担虾是我排档不虾吼，我早只干哩点吼，较平一个读音。有虾，这是白话音，虾吼，这个应该是文言音。另外一个音叫做用，什么无共啊？无什么无共吼。吸金罪，因的款式，写吼，我着读写啦吼，白话。3担写100斤丁香甲150捆的丁。邀一只胖船对偏湖来遮入港，坐8个西南人，再来一寡好杂物。7月16、17，好天透南风，有一只胖船对北部的淡水来遮入港，坐13个人，再来150袋米、50袋水、250领鹿皮、20担丁甲300领的山羊皮。
有一只胖船对平湖内遮坐14个西南人，载一寡12，坐该胖船内西南人甲我讲，伫平湖附近有看见一只荷兰船。7月18、19，也是同款的天气，有强风对南方或者是东南方吹来。有一只胖船对西南的太来遮入港，坐13个人，再来一寡12。因为阮就接到报吼，接到报消息吼，讲此地应该是伫即个咱遮城遮啦吼，有一寡西南人无证照吼，也伫咧结即个阿瓦酒吼，原来咧结酒吼，结酒要有酒牌就对啦吼，无牌嘛咧结酒。进行结酒的迄种各种的准备工作，比如讲敢若调味啦，等等，因此来决议讲，为着要防止结酒的即种各种的欺骗的行为，将会伫咧做文来公告禁止。如果因为虽然讲此地的货物销售良好，目前公司也是欠少银来支付对西南再来大量现金。因此来决定讲，为着要如决议录面所记载的理由，要伫咧船只对日本来到遮以前，或者是对其他的所在有钱要入来以前，就先爱遮的私人以月息1%，1%是一厘吼，月息一厘，借用即个2万里尔。暂时袂使超过即个金额啦吼。什么意思？因为欠银通支付，所以要入来以前爱先遮借2万里尔。看不解有，毋知这是什么意思。7月22日，风甲天气悠然像即几工，有12只胖船航往西南沿海，合计做441个人，载去下日的货物1447桌，又搁35担胡椒，135担萝卜肉，27担的大蚵仔，273担又搁63捆的大鱼甲咸鱼。82袋米，36担糖浆，22袋水，134袋大马，67领牛婆，43捆的丁，50担的大香木，1担的鸡肉木，26袋的肉，17只活猪，63担的鹿骨，1担半的蛋，3担的乌糖，390袋的猪仔，7啦。16袋的豆仔，4篮的鹿角，甲2担硫磺。也有一只胖船航往平湖，一干仔载底坐16个人。今仔日甲顶面伫本个月10号，应该是写毋对，应该是本个月19号所讲的迄个禁止无牌来结酒的，或者是从事该即个结酒的即个准备工作的告示吼，即个禁止即寡代志的告示，伫咧通常的所在来甲公告答出。7月23炎热晴朗的天气，风大部分对东方吹来，有2只胖船航往平湖，坐19个西南人，拢干那载底船软。有3只高野船对东仔港来遮入港，坐15个人，再来250担的茶甲50片的茶帮。7月结束哈，7月24。今仔日有2只胖船航往西南沿海，合计坐41个人，载去5袋的胡椒，14袋大马，4袋的水，4担的糖浆，11篮的鹿仔肉，8篮的蚵仔，26捆丁，2袋豆仔，8袋米甲2篮的鹿骨吼，大部分拢是食呢，所以载物件拢去西南拢是一寡食物件，因为平时即马欠食的款吼。7月25、26，舒适的天气，吹东风
今仔日阮收到2张对淡水经由陆路所送来的批，数期是6月初7甲本个月7月初1。迄边的主管甲家己区的状况详细写来甲阮讲，详情记载伫阮收到的即个批的图案，主要是讲伫咧加马兰湾的原住民互相之间的战斗也并无减少落来。迄边的状况迄边的情况，颠倒是较困难起来，因为因中间的即个分歧太侪意见拢无共。又搁像以前安尼，毋肯来听即个荷兰人的办法，拢偏偏要照古老就是古早的即个办法继续来分争落去。规人收到的讲述，到现在嘛，敢若收到605磅的米。因嘛按照阮以早所送去的命令，无用伫认真要修理迄个。医保叫做 Victoria 如果讲去年秋天，该地主管伫淡水收购的迄寡米，已经因为生虫开始收烂去，因此呢，迄寡朋友就和别人商议，决定要避免损失，将会趁即个机会来甲卖掉，因为即个热天还佫有一寡上落米会使用。落长，有3只胖船和往西南沿海坐66个人载去澳门旅拍，450担胡椒45袋物药10包蜡4拿奇兰木，20担水牛角10个欠单位的蟹。10篮的鹿仔肉，180担大鱼膜，130份地甲20包木香。邀2只胖船航往北部的淡水坐13个西南人，载有150包薰草，150份蒜蚵，16斤空眼布，20袋小麦，10罐的山水，15担乌糖。7月27。好天风大部分像昨昏，今仔日规工伫咧法务人会里无处理真侪迄个犯罪案件。7月最后一篇被背离到3月31号，也是袂歹天气，风大部分对南车来，无特别值得书写的代志。好，到这7月结束吼。来背个，我摕只水来啉者吼。1647年8月初1。我记得1647年，嘛是敢若记到11个年，我小看者。1647年。记到11个篇嘞，一段1647年，11有啦，12个嘛是有啦。8月初1，今仔日有下日的胖船来遮入港，合计坐有75个人。就是有一只胖船来自西南沿海载沙，并且载65件黄金；一只胖船来自北部的淡水，载有180袋米；
25道切2领水落坡，甲30领即个山羊坡。然后这只胖船来自江南沿海，是属于西南生理人即个山谷下，也再来下咧就好560担的胡椒，150担的苏木，20担打的沙鱼，25担丁香，10担打的虾啊，12担水牛角甲5辣5.5辣米。阮对上述胖船的主管以及对该船的一个日本的来讲来知影讲，今仔日有7只胖船对江南载着进价是50万美元的货物出航前往日本。所在货物真侪好少，不过迄寡货物一般来讲吼，进价拢真悬。譬如讲丝每一担230美元，胡椒每一担7两半。宜兰木每斤30两元，甲40两元吼。糖每一担12钱。黄金因为载真侪去内陆的其他所在，所以也起到每一两黄金卖12两千元吼。也的确有一个事情对马尼拉坐车胖船来到江南，该事情就是事成吼。嘛，先去过即个柬埔寨啊，去和即个国王来参详要制定伫个该国造船的费用的代志。毋过是毋是有公信吼，也阁有疑问。该胖船伫个江南装载去了后，就航回马尼拉咯。我方伫个江南被外里的人也趁着即个机会。趁着即个机会，寄来一张批，知影因的状况犹原是可怜吼。自从去年因当中有6个人逃走了后，现在因还活着只敢有3个人。逃走迄6个人坐竹排啊，对一条河流落来到下游的时阵，被一个官员掠去。该官员答应因讲会尽力国王请求释放因，但是无偌久以后，该官员就过身咯。即嘛传说讲，迄寡人将会被送去北平，而且一定会互即个国王来下令处死吼。即3个外里的人是当初级医生，就是即3个人是啥吼？初级医生 Jacob James Discord 以及我会当队人，就是 Jan van Brieven 甲 Sebastian Gomes， 这2个人拢捌做过Carol Hardsnick 的仆人。但是毋知这个人是啥。好一篇贝尔吹哩。规工是黑暗的落雨天，风大部分是对北方吹来，5只胖船对西南沿海来遮入港合计做118人，再来货物如下：95担一个22担的冰糖，60包空干布，6担要做背对的这个面皮，12担的粗肥皮啊，粗济皮啊，粗足粗工去做出来皮啊，12担100克的刀罐，20担盐，10担面粉甲47鼎黄金，8个吹衫，8个嘛是冷冷啊。晴朗的天气，透东风，有一只胖船对西南沿海来到遮坐38个人，再来50片做糖桶的棒，1包空干布，20罐山水8拿面粉，2只牛甲2只牛啊，还3只胖船对遮航往西南沿海，合计做198个人，再去下咧就好，134担鹿仔肉，51担蚵仔。27捆的沙鱼，2篮的面花，13道虾啊，17道辣，10担的水牛角
高大下45大大荧幕，230刀的护照甲10担的鹿骨。有一只旁船航王是航王骗哦，做15个人，只敢若在地层门。好。好，8月初4、初5、初6，我拄则你看讲，就是看啥袂记，大概有其他随行品，简单的哈。8月初4、初5、初6，也是好天气，风大部分对南方吹来，有下日的船只对几啊所在来遮入港。加做40个西那人，就是有一只旁船来自西那海，再有15担盐、4担米粉、4担米粉甲8刀要结手的纸。有一只旁船来自德菜，再有80担鹿仔肉、800领鹿皮甲4担的鹿骨。有一只旁船来自北部的淡水，再来100领的水鹿皮、200领的鹿皮、300领的山羊皮甲50担的丁。5后偌久就会咱看见海上有一只荷兰船对南方上来，但是因为已经是暗暝无都通来入港。8月初7。看今日我都8月读煞吼，暑时的天气，风大部分对海上吹来。昨昏看见迄只荷兰船及时趁着风来入港，来到这个城堡下面遐停船是快艇 John Prince 号，是该当避雷船 OS 号伫咧7月11号航离巴达比亚的，再有我知啊。18个698.19.5，这样做好吨哈，就是要运往日本的货物，然后一寡18万好吨哈。但是这只船伫 Port Condo 哈，另外迄只船来飘线。Port Condo 是伫什么所在？这只船啊，这只船就是 OS 号啦吼，7月11号要航离巴达比亚。即嘛载有18万外号吨，要载去日本的货物吼。但是这只船伫破咧康岛和另外迄只船来飘散去。这段，我大概甲你再小心去，稍等，我小姐。好，来，8月初7暑时的天气，风大部分对海上吹来。昨昏看见迄只荷兰船及时来探风来入港。伫这个城堡下面遐停船是快艇 John Prince 号，是和另外一只避雷船 OS 号伫7月11号航离巴达比亚，再有18万698号吨要载去日本的货，但是这只船伫破咧康岛和另外一只船来飘散，就是入港的这是 John Prince， 但是另外迄只叫 OS 则无去吼，失线去啦，无讲无去吼。有一只旁船航往北部淡水坐16个人，载有50担乌糖。
16担盐40担烧麦300包薰草25罐阿拉酒100包豆仔17罐的山水五纳米粉100片的迄个螺铁片吼，含一担的茴香。有一些芳船对上述淡水来遮入港，坐18个人，载有100担的银、4德米、170张鹿皮甲4担的大鱼，邀2只芳船来自打狗，合计坐12个人，载有120担的茶、900道的这个做汤汤的茶帮甲5担大鱼。8个吹粿。上午有时啊乌阴，但是午后就晴朗，风对东吹来。今仔日伫议会里，国旗因为黄金大量运过来，油粉的运对到即个月底就出偌济啊。所以伫个国旗两年所在记载迄寡理由，决定10秒重的黄金公司将会以130两以下的成分来收买，就是对135两降到130两，比去年的价钱较低。这项代志将会伫下晡通知我生意人，以便因知影要安怎来适应。有感伫今年对江南载真侪护照去日本，伫本个月1号要记载讲，江南的船载去日本吼。而即个护照伫日本这2年，即个月价拢无超过1担12或者是13两运吼。颠倒是目前伫遮会当用清悬的价数来卖掉。而且阮会当借厝加减吼，增加一寡资金。因此，就决议讲，昨到遮的即个快艇 John Prince 号爱顶头要运往日本的迄500担护照将落来，并且为着公司利益，会当要遮来卖掉。而且还佫会当减少航班航往日本可能发生的海上的危险。由快艇 John Prince 号所在巴达米亚当局的内批，命令阮爱派一个对制作燃油吼，甲一个气势有经验的公司的农力去日本的主货店吼，Sikin Godone。John Prince 号吼，再批来呢，命令阮迄个批顶头一寡命令吼，命令讲咱爱派一个对制作燃油甲气势有经验的公司的劳力去日本，即个着货店吼，即个成长。去遐呢，但是呢，对此有经验的公司的劳力拢是伫天主教徒，因此决定要直接选一个人，互人去遐。详细上完，对这个 Skilemans 的晋级的证书，也是对巴达米亚送来遮由议长来交伊也讲进来接受。有一只帆船航往北部的淡水，坐28个人，载有25担盐8罐阿拉酒60匹，空干布10担糖甲100包薰草。有一只帆船对打狗来遮入港，坐6个人，载来70担的茶甲800片做汤汤的帮。8月9号、10号。透早看见即个港岛南方有一段航程的海上运2只荷兰船，这2只船伫5后偌久就来遮入港了。
是比对阵 OS 号甲即个闪迪号。该 OS 号伫7月11号改动将 Prince 和行李巴达比亚，伫即个闪迪是闪迪号伫个6月30号行李上落 ，OS 号传来59000外毫吨的货物，主要的是护照、甲粮食。而即个闪迪号就会运来啥物物件吼，空白。运来即寡，佫是有即个石头树杯啦。等等，我是看对。我是去读啥？到8月9号、10号，早起看见即个港岛南远一段航程的海上有2只荷兰船。迄2只船呢，伫个5后无不就来遮入港，是伫对阵 OS 号甲闪迪号。OS 号是7月10号改动John Prince 号航离巴达比亚，而即个闪迪号是6月30号航离上落的。OS 号载来59000外毫吨的货物，主要的目的是，主要的是护照甲粮食啦吼。我真正是啥物来，对啥物石头的树龟。唉，读甲最忘去吼。而即个闪迪号是再来空白吼，无写偌济毫吨的货物，主要是米甲一寡材料。对酒利亚的相关关键的内批知影讲。酒利亚就是阿犹他亚是上落的皇城。在什么所在？伫遐有荷兰、印度公司设有商馆吼，所以对酒利亚的相关关键来批知影讲，公司伫迄边的状况有还是良好。不过因为今年上落调作欠收，所以只敢若运船输出50-60吨的米一切啦吼。迄边的朋友决定，因为伫迄边收尾要再来日本的货物非常的多吼。所以迄只本来就是有定要直接航来，直接驶来即个日本遮的即个避雷船，就是肯粉号，也爱装载所存落的一寡货物同齐来航往长崎。若无就一部分的日本的货物会甲伊留落来。今仔日无用你对快艇。将 Prince 号来落下所在的即个护照。8月11、12、13。讲要甲8月读煞是有困难吼。好天，无你对迄寡到位的即个船只来落雨，有2只篷船对西南沿海来到遮。做50个人再来下日的货物，12担的米粉，15担的盐，300捆的刀管，35担，吉酒的纸甲4件黄金。8月14、15，好天风对东风吹来，有5只篷船来对遮航往西南沿海，合计做126人，再去下日的货物，585担。护照5担，冰箱7担6，21担半银，320担即个大银锅11拿，710拿6甲肉，25拿的蚵仔，15拿的细的蟹，18的大的虾仔，140担的酥木甲40担的水牛角。对有4只篷船吼，对上出西南沿海来遮入港，合计做94个西南人，再来下日的货物，94个。
下个项就是44斤青丝6包空干布，700罐鲜奶麦仔酒，190斤制作真什么意思？190斤要做画对的面泡，25捆的粗纸，120包薰草，1000个豆罐加12两的金。上述旁顺出行的传销是来遮讲，就是顶头所讲的旁顺啦吼，传销是来遮讲，差不多10工前吼，有一只旁顺对 Peninsula 来到西南海，带回确实的消息讲，荷兰人已经攻取马尼拉的卡米蒂城堡了。8月16。8月16，苏西的天气风向不定，有一只旁船航往庇护坐10个人，一个人在地出门，也因为快艇 John Prince 号现在已经完全整合完毕，会当出航。所以今仔日第2回阅读签名迄寡要送往日本的物件，并且要向该船的主管来实行，以便因明仔载透早出航前往长崎。8月17。8月17，晴朗的天气，风对陆上车来。快艇 John Prince 号就趁风来起定，真紧来出港，但是无久以后，佫透去强烈的北风。该船只好航往北边沙洲区的面遐趴顶停船。8月18号，夜间和规工拢是落雨天。夜间和规工拢是落雨天，风强烈对北方继续吹来。快艇 John Prince 号伫午后偌久就捌看见，佫停伫北边沙洲区的面遐。因为天气约有半小时小看较晴朗，伫即个港内靠岸停泊的船只乌的号、Valk 号甲一个山迪号互相相违啦吼。造成一寡损害。要暗嘛有其他人来传说讲，希望国家传说讲看见快艇 John Prince 号的小船的待伫即个港岛里漂游。8月12、13，无用你对迄寡到位的船只落好，有2只旁船对西南海来到遮，坐50个人，载有下日的好物，12篮的面粉，15担盐，300捆豆罐，35袋要吸酒的纸，4件黄金。8月14、15。好天，风对东风吹来，有5只旁船对遮航往西南海，合计做129个人，载去下日的好物。载去下日的好物吼，585担胡椒人拿丁香，7担蜡，21担半丁。320担的大香木，110篮的鹿仔肉，25罐鹿仔肉，25篮的迄个蚵仔，15篮的鱼，4袋的蟹，18袋打的虾仔，140担的酥木，甲40担的水牛角
有四只旁船对上出西南沿海来遮入港，合计做94个西南人再来下日澳门。44军青丝6包空南部700罐西南米酒，190军做卫队的二婆，25捆的粗纸120包薰草，1000个刀罐甲12两金上述旁船消息，传消息来遮讲，约伫10天前有一只旁船对Peninsula来到西南沿海，带转来确实的消息讲，荷兰人已经攻出马尼拉的卡米蒂城堡，当然是无可能啦吼。8月16。8月16暑时的天气风向不定，有一只旁船航往皮湖，坐10个人，一个人在底层门。因为快艇John Prince 和现在已经完全上河完毕，会当出航了，所以今仔日第2回哩活托，会托啦，还是会托。签名吼，迄寡要送往日本的物件，并且含该船的主管示现，以便伊明仔载出航前往，透早来当出航前往Nagasaki。8月17。8月17，晴朗的天气，风对着真吹来，快艇 John Prince 号着探风起定，真紧出港，但是无久以后，透起强烈的北风，该船只好航往北边沙洲区的米亚去拍定停泊。8月18，夜间甲规工拢是落雨天气，风强烈来对北方继续透来。快艇 John Prince 号伫中岛过了偌久，还有看见停伫北边沙洲区的米亚，因为天气约了半点钟小可较晴朗。伫即个港内外靠迄寡港内，大家个不，等吼，进来。8月18，夜间规工拢是咧落雨天气，风强烈对北方继续吹来。快艇 John Prince 号伫午后偌久，搁看见停伫北边沙洲区的米亚。因为天气约了半点钟小可较晴朗，伫即个港内靠岸停泊的船只 OS 号、巴尔克号甲即个山迪号互相烧毁啦吼，造成一寡损害吼，这三只船小可去毁掉吼。暗有西南人传说，看见快艇 John Prince 号的小船会待伫即个港道里面漂流。8月19，顶半暝风甲天气如同昨但是迄天光前2小时。透起搁较强烈的风，并且继续咧落雨，一直到暗时啊，拢吹西南风。入夜了后，该北风来大力咧吹。暗嘛时阵该北风，就是风向改吼，该北风去。而且规工阴暗，看袂着个所在。8月20，风变化无常，但是天气依然是阴暗，夹着大雨。今仔日伫Formosa2月2日，因为要航往淡水甲鸡笼的季节都要倒去啊，因此就决定讲要派避雷船。Whitwalk 增强迄边所需要的使用品，也爱增强要送去鸡笼、黄风的人伫迄个风
风角是因为40只牛伫做群拢会当航王遐啦吼，并且去甲迄边所收集到的即个土炭再来吃，又搁因为伫北荷兰，就是指贵人岛遐，Victoria 医保必须要修理好，所以队长彼得本嘛同齐去遐。去监督所有的代志，必须要做好，并且去宣布是总督。Cornelius van der Linde 阁下的就任，伫遐顺利举行宣誓效忠的即个仪式。8月23，我咧念听起来好困。我家己咁要困去。8月22，也是乌阴的天气吼，风大部分对东南吹来。今仔日伫法务议会处理几件即个犯罪案件甲民事案件，其中有一个賊死一个人叫做 Whitfuck 号的人，賊死这个人的即个核实班的班长被判决死刑。伫迄阵 ，Whitfuck 号积极专门要送去淡水甲鸡人的物件，有3只胖船航往西南海，做89个人，再有下日的航560担胡椒44篮鹿仔肉，70担的大香木，15担的蜡，26刀的丁香，10担的即个玉豆壳吼。毋是，10担的肉豆蔻啦吼，玉豆蔻，10担老牛的槟榔，300担的酥木甲11担的丁。好，这是8月23吼，23，8月24。好，而且舒适的天气，透南风。昨看过的罪犯，今仔日通常的时间甲地点来确实出现。5后无久看见海上有一只船对南方出来，要暗暝就来到这个港外靠岸停泊。有一只胖船对打到来遮，坐9个人，再有300袋茶包甲50担的迄个茶。8月25。风甲天气如同昨昏，今仔日面对迄阵Whitfuck号已经准好要运往淡水甲鸡人的物件，也甲详细的指引交代互该船的主管，并且含伊实行了后，以便因明仔载出发航往遐。这无真看，来咧讲下。看下时间，就是收真好啦，看一篇头了。我顶头吼，今仔日比对阵Whitfuck 已经准好要载去淡水甲鸡人的物件，也甲详细指引交该船的主管，并且含伊实行，以便因明仔载透早出航去淡水。总之有接到伫中岛接到昨昏到位的迄只船的消息甲来批，知影讲该船是比对阵。迄个 Garsbach 号是8月初是航离即个阿卡朗号的，再有8万块，8万个115号吨的资金，主要的是有去外地的东京无法度买到4甲11布料的27000两日本定元。对上述上务员 Anthony Van Broeckhorst 伊伫个同日做比对阵比尔号出航前往Nagasaki，上述的内批甲物件知影？上述的内批甲物件来知影讲，公司今年伫个东京国的贸易只是还阁马虎啦吼，不过已经有比其他的任务。伊去其他所在教练时阵，哎呀，我是不大概对。讲对上出的来批物件，就是讲公司今年伫东京国的贸易只是还阁普啊吼，不过已经比伊教练的时阵还阁较好一丝啦。因为今年有2只新仔人的胖船来带往
80000文的资金去遐，甲死甲是一步了继续查甲真悬。加上解雇有几啊项公司为敌，而且假讲是做朋是即个公司的好朋友的即个大官来从中恶意作梗，作梗就是恶意来编我是大家加上解雇有几啊项公司为敌，所以和假做是朋友的大官遐来恶意来阻碍他吼。825，826，甲差不多煞就结束吼。透早避落阵 ，Valk 和起定及时出港航往海上，下晡避落阵 ，Hidley Gasperch 和顺利来即个城堡下面来填船。好，官地下。好，安尼到遮啦哈，到遮。后回对828开始读起。本来是讲8个当读线吼，无法度，因为大家爱困。刚我家己讲的。好来，咱明仔载再继续吼，感谢贵帮。OK。